近期因為癌症復發而全面停工休養嘅時候，田蕊妮前幾日突然喺個人社交平台度公開咗自己嘅最新近況。原來喺呢段艱難嘅抗癌日子裏邊，阿田寄情於畫畫世界，佢更公開咗自己僅畫咗3個月嘅畫作，畫中人竟然係佢同老公杜汶澤嘅好朋友黃秋生。網民睇過之後，紛紛都話進步神速，佢筆下嘅秋生眼神同埋神髓，簡直係神還原。黃秋生近年默默咁樣轉戰海外畫壇，其實佢研習美術畫畫已經足足40幾年啦。秋生近年將自己隨心而畫嘅風格命名為心影樓，佢最厲害嘅作品係畫中藏字系列，表面睇上嚟係一張抽象畫，實際上係將自己嘅心聲同埋文字隱晦咁藏喺線條裏邊。呢一份40幾年深厚藝術才華，極受海外收藏家推崇。秋生親口證實，目前佢嘅作品已經開價高達6位數字嘅天價。早前更有一位新加坡富豪豪氣咁樣掃空咗佢多幅嘅大作。前排喺網絡上面突然瘋傳一則消息，指黃秋生近年流浪喺台灣，甚至落魄到要露宿街頭瞓大街。面對呢一個排山倒海嘅流言，黃秋生喺前幾日親自晒出一張豪華浴室嘅照片，進行幽默咁樣回應。佢寫住話：傳說我喺台灣瞓街，其實唔係，唔使估啦，我係瞓喺呢個廁所啊！以幽默嘅自嘲方式徹底打碎晒瞓街嘅謠言。今個月佢將會正式進軍日本東京，舉辦個人作品預展，隨後就會全面喺海外開辦畫展。呢一位經歷過高低起伏嘅香港藝人，突然間由影帝變成咗畫家，你又點睇呢？記得喺下邊留言一齊討論下。聽娛樂。